歡迎收看課室本書特色介紹影片。本次為大家介紹課室中一入學前數學科2合1強化練習加模擬試卷。本書依據最新課程大綱編寫，共分為小4、小5和小63個年級。本書包含有3部分，強化練習涵蓋了歷屆 Pre-S1 考試中的各類題型，模擬試卷緊貼 Pre-S1 題型，階段性編排，破題策略小天書提供 Pre-S1 題目的解題策略。同學們可以先睇破題策略小天書，先學習解題思路。破題策略小天書主要提供 Pre-S1 多項選擇題和長題目的解題技巧，以及 Pre-S1 易錯題快攻。小4和小5則額外增加了速算技巧，小6則有 Pre-S1 考試須知。在 Pre-S1 考試須知中，收錄 Pre-S1 考評架構、各級別與各知識範疇出題百分比、備考重點及各項應試提醒。Pre-S1 速算技巧提供了計算題速算技巧，幫助快速解題。Pre-S1 解題技巧整理6大選擇題極速解題技巧，提供解題思路，同步講解解題原理。除此之外，針對簡答題及列式計算題，提供滿分秘笈和閱卷評分要點。Pre-S1 易錯題快攻收錄學生高頻錯題實例，每題均設小貼士，精準點明容易出錯的地方。強化練習主要分為3大部分。第一部分為複習練習，鞏固過往學年所學知識點。第二部分為課內單元練習，全面操練本級課程內容。最後是筆記精讀，梳理整年核心學習要點。整本練習冊設置多種題目標識與提示框，標注新的圖標，標示近年 Pre-S1 最新題型；標注高階的圖標，標示近年 Pre-S1 高階題。同時標注兩者的題目，即為近年 Pre-S1 最新題型及高階題。書中設有 Classroom Tips， 提示解題要點或注意事項。教師版會額外提供教學提示及常犯錯誤2大輔助內容，方便老師喺課堂上針對學生弱點重點解說。模擬試卷，試卷題型格式緊貼 Pre-S1 官方考試最新題型及模式，為適配不同學習進度，本系列設置梯度訓練。小4共3份模擬試卷，小5共4份模擬試卷，小6共5份模擬試卷。網上資源：高階題短片講解，內文庫 QR Code 短片講解高階題，示範如何逐步拆解題目。學校訂戶專享，提供電子答案教學配套 eAnswers、HKAT 最新題型增值卷、HKAT 考試簡介、高階題短片講解。本書特色講解完畢，多謝收看。